有甲咱报道过，又搁加一个死刑犯啊！伫4年前，一把火烧死6个亲人的放火杀人犯王仁贤，经过最高法院判决死刑确定。不过司法改革的声音内面，敢有要废除死刑，一直拢是一个争议的话题。主要原因之一是台湾的无期徒刑，敢真正法度表现出司法的公义？终身的加禁，也就是关到死，无定就是解决的方法之一。不过，敢有法度落实社会，敢有法度建立共识？司法改革后一步要安怎检验？来看今日真相急先锋。先有先报，恶有恶报，毋是无报，时机未到，时机是安怎也未到。我很害怕有一天呢，我在这个黄泉碰到我这个陆正的时候陆正他会问我说：“爸爸，你为什么没来找我？”我怕得要命，我认为我这样我会对不起我的陆正了。为乌法到白条，人生有几个30档。大讲安尼是提安尼尔，无啥欢喜啦。民国76年陆正案10岁查甫囡仔被人绑票、掠票，等伫海边啊。15个月后，警方破案，绑架集团的首脑屈和顺，民国100年死刑确定。到即马，屈和顺关31档的死牢。这一年来，陆正定也出去游览一定会炸陆前的相片，行过大山大海，不过这个坎，伊永远下未过。我不宽恕他们了，我因为有了这个恨，我就有这个力量，他们就怕你。我当然希望我有生之年看到嘛，可是我怎么抱希望呢？家属的心理创伤，什么人来安慰？死刑犯敢应该上上刑场，一直是社会争论的焦点。立场无同款的争论，敢若前后2任的法务部长的观点都无同款。到任的第1天，我就接到一位死刑犯的一个陈情书，希望赶快执行。有的是觉得说过得很苦，有的是他已经悔过的，他认为他该付出这个代价。我能够替他们被执行，甚至于下地狱，我都甘心。蔡英文政府上任以来，法务部总算伫去年8月份头一摆执行死刑。李鸿基杀害情某，又搁是安眠药仔烧炭害死亲生查某囝，2016年伏法。不过人权团体却认为，就算判死刑，共款无法度阻止悲剧的发生。我们看不到任何就是下一个李鸿基在犯案的任何的预防的机制。废死联盟提出数字，台湾伫2006年到2009年停止执行死刑的期间，重大暴力犯罪率稳定下降，但是停止执行死刑，并未好社会治安变坏。很荒谬的一件事情是，难道我们的国家就只有可以依靠用死刑这样的制度来告诉你说我们社会是安全的？目前全世界有超过2/3的国家废除死刑。观察故意杀人犯罪率上低的国家，无死刑的冰岛、摩洛哥、甲帛琉包办前3名。治安的好歹，甲死刑的存在，敢若无直接的关系。反对废除死刑！反对废除死刑！要让这个社会更较安全，若无执行死刑，家属想要问的是，什么人来行因公道？国家要会应用什么款的方法，替人民心中正义？目前讨论最多是有那种终身的无期徒刑，其实终身的无期反而有时那个威慑力还大于死刑。欧盟它可以免死，最主要是那个国家愿意花高成本想办法让它跟社会隔离。这款的刑法敢有法度安慰受害家属失去至亲的悲伤？人就是像这一种的，一进去以后，大概就跟家人的关系怎样？完全脱离了啦，所以呢，紧接着后面全部都是国家的责任啦。那你要不要嘛？对不对？你愿不愿意来负担这一群人嘛？对不对？要安慰平复家属心理的创伤，嘛好凶手付出犯罪后的代价。终身监禁关到死，可能是解决的方法之一。不过，敢有法度落实？社会敢有法度建立共识？无定着这是司法的改革后一步应该被检视的问题。